来关心上新的消息。这个月15，在台南的北门发生一个枪击案，警方拢总是抓到25个人到案，其中一个姓柯的枪手，在案发的隔顿天就走去菲律宾，昨天下晡返来台湾主动到案。那另外一个姓吴的主嫌是要在台湾逃亡，目前警方要持续在追查。 规身躯包甲白白无看到面的，就是北门枪击案的关键人物，姓柯的枪手，由特军小组介护，对桃园机场押解上警车。台南市北门区一间公庙15暗传出枪声，敢若是2派人因为光电的利益，伫现场至少开9枪。台南警方尾下抓到25个人到案，验过涉案的姓柯的枪手，伫案发隔顿天就走去菲律宾。 经过警方出动，第19日后登来台湾到案。那经过我们了解，他知道犯下这个枪击事件，必须要赶快回来说明，因此有透过管道向我们表示要提早回台。这件案件虽然无人受伤，不过枪声已经让当地居民心内真惊。除了质疑是光电的利益以外，芝麻国话总统大选时机真敏感，敢有可能是政治操作？是这些小包的承包商。 在施工当中有发生口角，那吴姓跟黄姓两方人马都是互相认识的，所以发生口角之后引发的后续的冲突事件。4个嫌犯被抓了，加警方到案发现场的附近的草坡下，找到作案迄天弹掉的手枪一支，验过伊据说伫暗时侦讯。另外一个伫咧走路的姓吴的主嫌犯，警方也继续追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